其實政府最有話事權嘅咧，就係將某啲嘅政府部門同埋公營機構咧，直接搬入去新界西北，咁就可以最直接咧增加咗好多嘅就業機會啦。第二咧，佢亦都可以帶動埋附近嘅一啲經濟活動啦，因為食肆又好、零售又好，都係好需要人氣去帶旺嘅。而另外咧，政府一定要保障本地勞工嘅職位，所以我哋實政圓桌咧就提倡所有輸入外勞嘅工種咧，都要用申請職位去計算。本地勞工同埋外地勞工嘅人手比例咧係2:1，然之後咧要持續監視佢個失業率啦。如果上升嘅話咧，就調整到去3:1、4:1，可能去到最後咧就熔斷，完全咧取消該行業嘅外勞輸入。而家屯門元朗嘅街坊咧要去睇急症，一定係博愛醫院同埋屯門醫院啦。但係急症室嗰個輪候時間咧最長要留6至8個鐘頭啊！我哋咧成功爭取喺牛潭尾興建第3間嘅醫學院，不過咧就唔係好滿意佢嗰個交通啦，因為出咗站之後咧一來一回要成20分鐘。我哋堅持咧牛潭尾站要起喺醫院嘅隔離，好似屯門醫院咁，一落輕鐵1分鐘就到啦。咁啊，除咗有足夠嘅服務咧，我哋咧都要保持嗰個質量嘅。最近咧，我哋都見到唔少嘅醫療意外啦。我哋多次咧同醫管局發聲，要求佢哋將人工嘅加幅咧同埋醫療意外掛鈎，而最後佢哋係應承咗嘅，全盤接收。我咧會幫手睇住佢點樣執行。我係2號實政圓桌莊豪鋒、田北辰嘅接班人，請投票支持我進入議會，繼續理性敢言，為無聲者發聲。